这个69岁吴先生哦，今年7月底，常常脚麻无力，佮会痛，脚的指头啊拢变乌，去看医生哦，发现讲是急性的机体欠血。医师是表示讲，这款症状若是5到12点钟内治疗的黄金时间哦，严重可能佮爱脚手术掉。有高血压、糖尿病甲西药剂的吴先生，今年69岁，西药剂差不多是13年，血管健康程度已经比一般人较歹，加上因为真爱食烘的物件，这一年来，脚上边的动脉5摆塌掉咧。亲像咱急性机体欠血，爱伫黄金治疗时间6到12点钟看医生，经过治疗，上严重爱将脚切断。脚趾头啊，不能弯啊。会痛啊！我就觉得说这样就塞住了，然后整个脚趾头是黑的。像他洗肾的很多患者，其实都是直接切掉了。今年7月底，吴先生起床了后，常常感觉脚麻无力，会痛，马上看医生。诊断了后是急性机体欠血，病院透过新型机械性血栓清除导管的高效转速，有效剥离塌掉的血管，拍通塌的部分。甲传统治疗用开刀方式会有大的空喙比起来，这卖治疗方式就甲注射同款。他只要打一个针进去，放个小小管子，2到3个毫米这么小的这个管径，就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。那病人来说，术后也没有什么伤口的部分，不用担心糖尿病啊，就是伤口照顾。相片当中的脚趾头看起来乌青，其实都是急性血栓。患者出现痛、摸袂到脉、脚麻、脚湿白甲白叮当这症状，医生指出，安尼患者免家己停用抗凝血药物，都算治疗过，当然是可能会因为年岁、生活习惯这问题佫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